其实有点不理解为什么要假装自己是辆公交车呢？而且还是免费的啊！如果你有收费的话呢，小编还会觉得这是你的投资。我不知道，可能在以前的89学生时代会看起来很酷啊，但现在在这一个已经彻底疯狂的社会的话呢，你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根按摩棒，又或者是一个尿壶 ，OK？ 我等会死你才刚开始，你要确定不是小编说的 ，OK？ 不是小编说的，网民说的，是那些底层网民说的，追星追到疯啊，尤其是那些难听到爆的 K-pop 歌啊，能看出来同志真的忍了很久了 ，OK？ 他现在终于有机会爆发了，同志真的是苦尽甘来啊！不理解女生买一个连手机都装不进去的包啊，而且还不止买一个，可能那个不是用来装手机，是用来装脑子的吧？其实你知道吧？对一些雌性来说，也许那一个尺寸是真的刚刚好。女生说：“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？”好笑的是，我们永远都看不出来啊！你觉得我今天怎么样？与百慕大三角并列的世界未解之谜，你就直接回答他还是那个不一样就好了 ，OK？ 问色号，问我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女人到底是怎么分口红色号的哈？老实说。豆沙色、正红色奶茶